Audio Jungl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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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dio Jungle.第二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2022第2场线上海选节目开始，欢迎浩浩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认真步步求真难。做人什么上
会上好？啥物缺失机会较好？认真的甲咱小出路，第来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呀哩哟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上好赢着才无了苦，你就赢着快乐。呀哩哟呀哩哟，毋惊失败呀哩哟，用心付出为拼搏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认真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你袂着会上好。什么缺失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咱小出路。第来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呀哩哟呀哩哟，毋惊失败呀哩哟，上好赢着才无了苦，你就赢着快乐。呀哩哟呀哩哟，毋惊失败呀哩哟，用心付出为拼搏。快乐，呀哩哟呀哩哟，毋惊失败呀哩哟，用心付出为拼搏，好运呀归来，好运呀归来。谢谢线上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第二届林阿伯杯哇，全国本来舞歌手大赛来咯！咱是第2场的海选吼，希望咱所有的咧线顶的朋友，大家跟我们分享，like and share，分享到各大群组、各大网页、各大的社团，紧的吼。今仔日呢，这个海选哦，非常的精彩，咱来看卖呢。到底是谁人会入选啊？到底谁人会得顶？到底谁人会进入初赛？哈 ，OK， 他都要带来这首歌《赢你》哦。继续要带来这首歌，嘛是大家拢真事界一首《生死恋》。一句句只望你轻轻应一声，遥远的人生路途，你怎行一半？不管爱你的人心痛，甘愿用我生命甲你换，换过昔日你的面容甲笑声。想你目屎滴流下，
失恋情疼心肝。一遍遍用真情呼唤你的名，一句句只望你轻轻应一声。遥远的人生路途，你怎行一半？不愿爱你的人心痛。甘愿用我生命甲你换，换过昔日你的面容甲笑声，想你想你目屎滴流口无声，这份情叫阮怎样看会破？写予你的歌，轻唱予你听，生死恋情疼心肝。想你想你目屎滴流口无声，这份情叫阮怎样看会破？写予你的歌，轻唱予你听，生死恋情疼心肝。大家好，今天呢非常开心，是第2届林阿伯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第2场的试音呀。那上一个礼拜相信大家都有看啊，我们的试音非常精彩的。那今天我相信也是会非常精彩，非常谢谢所有参赛者。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，我们当然要感谢 Mr. Lim Ah Boy， 我们欢迎他出场。谢谢老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当然谢谢林老板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，我相信很多喜欢唱闽南语歌的朋友非常感激你。你说几句话来鼓励一下他们好吗？谢谢谢谢，看了上个礼拜的试音，真的水准提高了很多。哇，10多岁的男孩啊，都唱得这么有口味。是，所以我看得出了，今年比去年的水准啊高了很多，是，所以希望接下来这场啊，对，每个放轻松的唱，是，好好的唱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你没有注意，我也比去年高了一点，高很多，我真的我也去注意看了。而且呢，对的，我们那个第1届的反应非常的好，在我们第2届的报名的人数啊，也是突破了第1届，对，是有超过了哈，是，应该是讲进步了哈，奖金也超过，对，奖金超过很多啊，非常感谢你的慷慨哈，谢谢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唱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林老板，谢谢，好，我们就坐下来，今天第2场的试音马上就要开始了哈，请所有线上参赛者做好准备。那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、所有的观众朋友、所有线上的朋友，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哈，拿出你的纸，拿你的笔，然后呢，跟我们一起来当评审。是的，那我要纠正上一期的口误哈。上一期我说
我们录取80位进入初赛，其实是60位啊，60位就是4场初赛，每一场是15位呀。因为如果80位每一场20位，我看我们的老师打到第15位他就晕倒了，哦，所以他的工作会负荷过重啊。所以呢，在此呢，也希望我们线上朋友帮我们分享 Like and Share 到呢各大的社团、各大群组、各大的网页，还有你自己的 Facebook，让我们的所有线上朋友一起来当评审。是，好，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今天第2场试音。好，编号41号，何美云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美云在上个礼拜多灾多难呢，一直没有声音，急死我了。所以改在今天哈。是美云把麦克风拿近一点。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那你要唱什么歌呢？今天带来张惠的《旧熬的清香》，请开始。好。山边海誓，咱两人有情线。为怎样你偏偏爱变卦？我想袂晓你哪会这稀罕？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，石头的卵，请你爱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。也是无卡纸，艰辛行一道，雄雄一水饮好汤。上好做事莫倒我，我无水，请你毋免同情我。情若落后，听你心。伤心的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小酒了解我。好的，谢谢美云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。好的，那我们欢迎编号52号李燕姿。你好，燕姿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你拿多一个手机干嘛？他拿多一个手机，拍自己，拍自己。Stand by, stand by。这样就可以拍到我们3个人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今天你要唱什么歌？我唱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，好，请开始。无聊的春风伴阮流浪，孤孤单单啥人体谅？我在他乡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保重。中秋月暝露水重，山顶的歌网也已经红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。为何你袂开阮的梦 ？OK， 好，燕姿，你在家里也是穿到这样吗？还好，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。哦，对，当然有穿衣服啦。大哥，谢谢你。大哥对于这样美丽的女生特别哈。呀，特别注意。有没有特别眷顾？特别公平的啊，可能以后会特别照顾。上次第2场跟第又来了，所以我卷土重来呀。哦，真的好，欢迎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53号，邓子强。
你好，邓子强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邓他子刚打强，完，千明大哥。对我刚打完球而已，现在在吃饭的时间。好，请你站定一个地方，固定的一个地方好吗？固定在这里好吗？哇，这个背景很美，很美。很美啊，这个是。OK， 我今天要唱的风景给我们看。你要唱什么歌？不是，我要唱的是《西买麦考》。好，请唱。哦，唱个大声的哦。OK。唱歌伤心的你，今夜我心来离开。看着你满面的珠泪，我的心肝强要出。虽然真心疼痛，可惜勉强也袂。送你一卡无缘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心爱的麦考，请你将我放袂记。你不欠我，我不欠你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你那边很多鸟啊！你一边唱歌，听到很多鸟叫声了。是吗？啊，这边是 nature 啦 ，nature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欢迎编号54号林继生。你好。下午好，两位。哎，来。林继生。我看的歌是马头酒。马头酒。好，请开始。踮在马头酒来，我饮酒醉大呆，慢多慢，饮酒大呆，淡淡的转悠过来。如寒星悠然将来，你不来世上那流开。那边被你的梦里和我在，当今还是当青山，夜桃酒对酒来。弯过对几番，凄清托在旁观。谢谢林继生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欢迎下一位编号58号。不好意思，打岔一下啊，我们在线上的朋友，把你的名字哈改成你报名的名字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哈。在线上的朋友，把你的 display name 改成你的报名的中文名字，谢谢。好，要不然真的不知道您是谁。好，欢迎子轩。子轩没有来。子轩没来，下一位洪丽华，59号。嗨，有听到声音吗？大妈又来了，听到啊，浩浩。刚才你在做柜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今日要唱的歌是无你较快活啦。好，有影啦，我也是无你较快活。其实是有你较快活啦哦，唱到有你真爽快，对。好，来唱。会使开始了无？会使，请开始。OK。想一个真结束也好啦，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
爱一个人，啥物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酒的暖，海水的干，酒蛇的话，你甲大声。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对我敢袂伤绝啦，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，无你较快活。谢谢。谢谢，听你转音转到我的肠子都绞起来。啊，无办法啦，就是爱互你转，甲你头公公啦。哦，我的肠啊拢架起来。好，安尼等有安尼厉害无？甲你通知吼。啊，好，感谢，谢感谢谢。编号60号，李文莲，你好。你好，哇，建斌大哥好，浩浩你好，你好，来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的是《贪恋的酒》，请开始。好，想袂到一杯甜甜的酒，大嘴啉落山来变成一世人的忧愁。花花世界是美丽悠悠，你已经飞去天宫到地球。请你慢慢去感受，啥人比我较温柔？将心比心，认真去体会，为啥离开温暖的手？予我一个心服口服的理由，哪会放开阮的手？缘分已经情万难留，我不该贪恋一杯酒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可以边唱边拖啊 ？Hello， 你怎么可以边唱边拖？刚刚边唱，然后拖左边，然后后来拖右边。不是，因为我听到回音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干扰到我。对，很专业，很好，很好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欢迎61号林庆龙，你好。你好。今天我要唱的是江蕙的《给熬》，请开始。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阮将青春过伫恁兜，阮对少年做你做甲老。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兜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，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下一位，欢迎编号62号郑雪芬，你好。你好，建斌大哥，浩浩你好。你好。会很出色吗？不会，很好。可以。OK 啊 ，OK， 我今天要唱的歌是《牡丹》，请开始。你用温柔的脚步，我照阮心来相伴，藏袂掉对你的欣赏。
你讲你会对我好，予我一生的幸福。哪知你的心并无缘度，无当分开手约，万回中的灵魂，为你梦，为你睡，为你跳歌。你的爱像一条无情是你的全部，你敢知阮的目屎有多苦？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欢迎编号63号张小燕。老师，你好。你好。两位评审老师好，我是张小燕，63号的。是。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恰恰的》。讲甲真爽快，分手就莫受罪。当作人无爱过，叫我去找别个。有心的话，将我彻彻底，将咱的心跳做过。一边你收回，一边我无人的。恰恰的一个人过，较好嘛欢喜欢喜。爬飞，目屎对心肝放开。一世的缘分无头尾，了将我家己的，免开始变伤心17岁，激情徘徊，失恋地无一个。谢谢。好的，欢迎编号64号王达。还没来，下一位65号柯温婷。嗨，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文婷。然后今天我要为大家唱的是《西别海岸》，请开始。好。为着环境，袂当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的恋情。孤单来到小你的海岸，经历幽怨也无改变。不平静的海声，像阮不平静的心情。你白的情景铺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，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，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。谢谢。OK， 谢谢。欢迎我们编号66号沈明权。不在。好，67号许正荣。嗨，两位你好，两位评审，你们好。我是1号的许正荣，唱首《心头》吧。请开始。船若要靠岸，就爱做顶头。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，身躯一命衫，想你双手一点一线，人生这条路，一步一步牵阮行，一年一年甲阮请。我若扫你心痛。我若要你不甘吃，我若哭你的
目屎就刺袂干，我若跋倒，亲像尖搭伊心肝，我恨什么命？我介意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病？搁甲疼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。谢谢。哇哦！我们到这个时候的线上的朋友，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分享，跟我们一起来当评审呢？这个时候您觉得，哎，谁唱的不错啊？哎，对，这样的话看才有参与感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就不会觉得闷啊。是，也欢迎刚刚上线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。我们是第2届林阿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，来帮我们赖学继续分享起来哦。好，继续下一位，68号苏来福。你好，你好，两位评审好，编号68，苏来福，我唱这首《心爱麦考》，请开始。秋寒伤心的行李，今夜我先来离开。看着你满面的珠泪，我的心我竟要碎。虽然真心疼痛你，互相勉强也无意义。送你一卡无缘的手指。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，心爱的麦考，请你将我放袂记。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谢谢。谢谢来福。谢谢两位评审。64号，好，王达来了啊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64号王达。我今天要带的歌是我问天。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风也真秀气，雨也真秀气，希望那会无志气。爱也收拾起，情歌来答题。小你不知有啥意义？时间探听，倒位有你的消息？我的感情予你把甲死死。我问天。敢袂当卖创治，搁再爱你，寂寞是我家己。我问天，敢袂当卖创治，惜要放袂记，我不知不觉追十你，窗外的雨。敢讲是男人的你，不愿面对现实，梦中追十年。好，谢谢。王达，你是广东人是吗？我不是广东人，我是福建人。福建人了。啊，对。我问天，你唱我问天，啊？哦，因为我这首歌也是最近刚学，我没有参加过这个闽南语歌唱。哦，没有哈。没有参加过。一看就知道是新教啊。好，谢谢你。抱歉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欢迎下一位编号69号邱佩玉。你好。邱佩玉不见调哈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位70号好吗？
编号70，王英雅。你好。嗨，你好，景斌大哥你好，阿豪你好，你好。什么歌 ？OK， 我试音的歌曲是多情咯。好，请开始。为怎样？为怎样？相信你的话，才来耽误阮的一生，误阮一切。一山为名，比海为誓。情路悠远出问题，爱着你，阮一生无后悔。离开你，阮永远听在心肝底。多情的路，予人心怨切。叫阮怎样？叫阮怎样来挽回？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欢迎哪一位？邱佩玉69号。你好。按什么？没有按，不要按了。啊有，Hello，听到你的声音了，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有。好，两位好。OK， 来。我要唱乔佑的《家在外听》。好，不要紧张哈，慢慢来，请开始。无彩就蛇，迄情是水中花，幸好世界爱满满。风流歌声不免贪听，是我真情看陪伴。女人若有何苦，委屈最苦大，甘着目屎陪你加相伴。角色若小我，互你小姐满一粒心千多挂。好，才在我的听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让我们欢迎编号71号洪丽萍。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我是编号71的洪丽萍，今天我要唱一首那个心事小人知，请开始。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有时阵想要诉出。满腹的悲哀，但你天土界，是阮不应该。如今受反悔，啥人去谅解？心爱，你若有了解，请你着忍耐。你甲我不是无目屎，痴心愿流出来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欢迎编号72号。杨培凯 ，Hello， 你好。呀，你好啊，陈建斌大哥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下午好我是编号72的杨培凯我要呈现的歌曲是洪龙峰的《记名三分情》。好，请开始。因为你是欲陪时。咱也真久无见面，
见面3分钟，无定我会挽回你的心。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，我永远相信，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你。谢谢，谢谢。让我们欢迎下一位编号73号罗南雄。你好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。Hello， 建斌大哥。哎，听到了。建斌大哥，浩浩啊，下午好。好呀，我是73号。哇，我要带来的歌曲是《夜市人生》。请开始。人生只就一出戏，咸酸苦涩伴咱行。人情世事无如纸，父母亲情辛苦食。路途是定白分命，3分也爱7分拼，连情连恋，只有你陪伴我，寒冬也会温暖我。谢谢。OK。有你的双手牵，也牵着我，坎坎坷坷的路也会变好行。有你的心肝向，也向着我，风风雨雨我也袂惊。人生海海的世界，也是人生波澜的故事。人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最后才看会明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南雄，谢谢。南雄可以了。欢迎下一位编号74号郭家安。你好 ，Hello。开声音。Hello。听得到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好。好，等一下，给我一下子。这是在厕所里面唱吗？厨房。哦，厨房。好，你要唱什么歌？要带来这首蔡嘉玲的《七情色》。请开始。好。心为了比顺安怎磨？情亲像一笔像重山。一步一步行，马了无半项，只剩孤单来陪伴。心念念为你哭无声，情亲像一张空白纸，等待你来写。咱的爱情歌，如今只剩黄的背影，一阵阵的无情色，打起了我对你的痴迷。爱着你换来两杯，心头在智慧，
一阵阵的无情色，热情的红我寒冷的白，真情犹原袂后悔，痴痴等你来陪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欢迎编号75号张清泉。唱的是西马麦考，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秋寒伤心的你，今夜我心来离开，看到你。等你到咧，安那回小厝哦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很多杂音呢，叭。奇怪，我这边还好吗？现在还好吗？我们这边全部都是杂音，你一开口就会有杂音了。那我远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再远一点点，我们试试看。好。你有手机在旁边吗？有没有其他手机在？我另外一架，你手机把它关静音可以吗？静音啊，或者是关掉。我把声音关掉，看它是不是？你听得到吗？好，你再上一次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好一点了。好，来准备。秋寒伤心的你，今夜我心来离开，看到你满面的珠泪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我的心肝中被醉。停。换一台手机还是怎么样？你这个完全，哇，破音啊！我找一个耳机看看它会能够改善。好，我待会再进来。等一下再来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进来。好，我们待会见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欢迎下一位76号，卓志伟。袁泉老师好，我带来一首翁立友的《铭文香》。唱什么歌？翁立友的《迷魂香》。请开始。为着你身躯的迷魂香，脚步踏出心头乱，未见你一面这困难，你是通到日头暗，为何天不将你恩关？因何甲悲伤相连？梦中将一流梦，梦中将一流空，你要着的爱上袂人。梦中将一流梦，梦中将一流空，为爱流浪无怨叹。一生也只为你一枚魂魄。好，谢谢志伟，谢谢，欢迎我们编号77号，没有来哈。好，79号，黄小芬，你好，开声音，没有声音，不见了，断线。开声音 ，Hello， 听不到你的声音呢，听不到。Hello， 听到吗？听到了，有了，诶，有了，听到了。Hello， 请唱来。听到吗？听到。因为他听不到我们，他听不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就用点头的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哎，不见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下一位吧。 80号沈阳还没来，81郭月红，你好。
Hello， 两位老师好。你好。今天要选唱的歌曲是翁丽友的《用情》。请开始。为你写两咱的歌，做咱的纪念。证明阮的用心只有你，只要有你伫身边，不免誓言做证据，唯一予你我一片痴情。你是一粒星，指引我的真感情。阮的一生若无你，留伫世间啥路用？用情愈深，心愈惊来失去你。你伫阮心内，无人会当代替你。用情愈深，心愈惊，有一天你若离开，所有一切只有暗淡，不再相识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79，黄小芬。你好，小芬。没有声音，你的。听不到你的声音。把耳机拿掉，试试看。拿掉，整个拔掉，拔掉，耳机拔掉。Hello， 有拔掉吗？手机不是拿掉，是拔掉。有了，有声音了，讲话。哎，够不起啊？哎，过来了。来，讲话。请讲话。他听不到我们的声音。你把你的手机不要插在。耳机不要插在手机里面，拿掉，拿掉，不要插耳机。好，我们私底下联络你。好，下一位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81唱了，82何亚发。你好。在。你好，听到吗？听到，很可爱。他说在。来，唱什么歌？哎，我要唱翁丽友的《手中情》。好，请开始。这你的手，付出的做一个心，我想别所有的忧愁。我会用我的人生，带你的希望甲要求，予你永远是我上水的心。弯道也是一头月亮，无人会知路边我离开心肝。无人会知代替我听你的心事，无论时间爱多久，任何苦也敢放手，无论命运变怎样，我永远放手，不敢予你为我担把酒，我会用我的手。为你走动我天的鸿福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欢迎我们编号83号苏坤荣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我要唱的是张燕青的《断魂泪》。请开始。影像、声音都 OK 吗 ？OK， 非常好， okay, 谢谢。好，我拿个 key， 可以开始。今生只有你，
将我当作你的天，今世也只有我会当得到你的安慰。偏偏我拢不捌问，你的希望是啥物？你的目屎为啥物？但无一句我爱你，等到心也不愿搁喘开。无你人生的日子，我也无我的勇气。无你思念的半暝，我的灵魂像野鬼，提到也要成对，天长啊也要跟你，不愿乎你找无天。不愿乎你的名字为我孤魂刻故事，为你流落的断魂泪，我会再来生等待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79号黄小芬，你好，听得到吗？你好，听得到。哦，好，那我现在开始了。好，唱什么歌？建斌老师好，浩浩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要唱的是无情人请离开，江蕙的。好，请开始。好。不捌做阵梦，只是伊讲了后，较水的梦也会醒。啥人不捌过其实，若是甘愿半半，较痛的心也会麻痹。无情人，无情人，请你离开。你念烂去的石头，扬大去的海水，请你拢总摕转去。无情人，无情人，请你离开。迄阵变色的花蕊，迄他转去的手指，请你拢总摕转去。谢谢。好，这是什么歌来的？我没有听过。无情人，请你离开。好，二姐的歌。好的。好，让我们伤透了一下脑筋。OK， 沈阳有没有来？还没有。沈山林没有。好，姓沈的都没有来哈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84号亨利。在不在？你好，在，你好。来唱什么歌？四杯的酒，小杯的酒。好，请开始。搁再一杯，我无醉，只是心情较空虚。音乐声阵阵起。陪伴我寂寞的日子，啊哈，为怎样我
会搁再回去你，不想你，不想你，为何烧酒一杯做一嘴，点阮一支过一支。希望烟雾送你去，从今以后我做我，你做你，悄悄送你去，较袂甲甜心内的稀味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下85号，陈洁玲。两位评审老师，你们好，我是编号85陈洁玲。今天唱的歌曲是《心情挂了》。你没有打灯哈，你的脸是黑的。已经开到完了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站在灯的前面，对不对？你要这样吗？对，你可能要后面一点，因为你的灯啊，这样好，好，可以往前的，可以往前的，往前，再往前一点吗？可以，往前。好，可以。OK， 好，可以唱了哦。可以，请开始。谢谢。你敢唱过心情歌咯？解透你心肝，不免再了流行声送，噪音无人嫌歹听。欢喜有出心情，惨惨做一首歌。什么旋律就对着心情行，免歹势，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就予伊心开活。有啥委屈，有不如意，就像放雨伞。现在就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就予伊轻松啦。抱啊声是嘛是友情赞助啦，忘着是你，就是我。谢谢。目前为止，的参赛者，唱到大哥会拍手，一定有其中的原因。唱到我唱过，其中必有因果。必有缘由。我们就等候佳音。好，欢迎下一位，编号86，张祝生。Hello， 两位评审好。好，来，请唱什么歌？来带来的歌曲《叫阮的名》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上大的阮的梦。一大了一世人，上夜日头的将人行山。虽然离开遐尼远，阮犹原会知影，是你的影，是你的影，叫阮的名。阮用一生真正听，当初细汉袂辜负你了解，你是阮的生命，叫阮的名，阮需要你来作伴，人生的路途，阮爱你，看阮行。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欢迎下一位编号91，是吗？好，李美玲是吧？对。你好。来。你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序言。好，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风吹过的所在，有我的思念。雨落过所在，有我的不甘。一个遥远的人，一个遥远的梦，什么缘分相牵，漂流茫茫世间。伊当有偌多时间，
来找定是人，约束起的人，重逢的一天，注定的缘袂走闪，该形啥人我甘愿？是你，希望是你，我爱的人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师，你听得出来这是什么节奏的吗？华尔兹是不是？对，就清唱有时候真的是很困难哦。有时候我们要抓说他到底是唱什么节奏。对呀。然后清唱其实也是人家说会唱歌的人清唱就可以了。考功力啊。对。因为有一些人没有音乐啊，他就跑调了。也是在考我们两个的音准全部不准。也是在考我们两个功力。我一直在猜是什么节奏。还有时候唱的时快时慢啊，没有一个节奏感。对，所以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哈，那个节奏感很重要，哈，情感也很重要，不要一直只注意自己的声音好不好？有时候你真的声音没那么好，但是你情感是到位的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欢迎下一位，许美钻编号88号，还没有来呀。好，编号92号，侯美清。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我今天唱《明天明仔载》。好的，请开始。谢谢。给我下载。送你送到这，是我最大的勇气。惜你惜命命，予你当作靠山。不管安怎，不管好歹的心情，你有我，你有我。你要嫁别人，我只有静静看。明仔载，你就要离开我。明仔载，你是别人的心肝。希望你的眼神，看到幸福的将来。我对你的爱也可孤单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下一位93号编号徐明志。许明志。叫我，谢谢。来，你要唱什么？今天唱切切的。讲甲真送济，阮手着莫相找。当作咱无爱过，叫我去找别个。用心的话，上我这体底，将咱的心疼做两过。一边你收回，一边我无人会。切切的，切切的，一个人陪，较好嘛，烦死烦死。飞飞飞飞，目屎对心肝淌过。许明志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你可以重唱吗？可以。你可以重唱吗？你不要开始你的 key 不要唱这么高，因为你刚刚唱到现在的时候，你已经换了3个 key 了，但是你的音。但是你的音质是不错的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再唱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你从头唱，你一开始不要太高的 key。OK， 请开始。讲过真伤心。再来。再低一点点，太高了。讲过真伤心，阮手着莫相找。当作咱无爱过。叫我去找别个，用心的话，上我这体体，将咱的心疼做两杯，一边你收回，
一边我无人的。切切的，切切的，一个人过，较好嘛烦死烦死。飞飞飞飞，目屎对心肝通飞。水水的缘分无头尾，疗伤我家己的山盟海誓变伤心17月，天星徘徊，只原地孤一个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可以，谢谢你。谢谢。90周晋生来了没有？欢迎编号90号周晋生。多谢。来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好。你好，你的荧幕是很OK， 这样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稍等一下哈。可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坚强的男人。好，请李明阳老师的歌曲。好，请开始。日头惊黄昏，月娘惊天光。我惊手若酸，厝内就无三顿。看恁点点啊困。人生较苦嘛甘愿吞，我无愿叹命运，后悔镜头大相分，放伊去，我无伤心的身份，我的心甲歇困，对恁的爱我无分寸。因为我欠恁亲情一份，恁的声解我心酸，恁的笑伫我手软，人的厝不愿充满着怨恨，就是枕头孤单困，永远不放囝儿孙。一双手，只有坚强的相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欢迎编号94号李美锦，不是李锦梅。美锦 ，Hello， 听到吗？你好，你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人生的歌。好，你的声音需要大声一点点，或者是你把你的那个麦克风拿靠近你的嘴边一点点。好，谢谢。会有风声。好，我是。好，可以，请开始。风声好啊，风生水起啊。爱就是想看，只想有头无尾。听无咧。有时悲伤，有时是真孤单。爱就一首歌，记录人的心情甲生活。有时痴情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有啥？我回头去看，雄雄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。我回头去看，人生过袂一半，却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。这首歌像我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着生活，着爱配合别人心情。这首歌唱甲心拢破，一字一句拢是破破，因为无人知
我是我听。哎，紧张了 ，sorry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太太紧张紧张，破掉有一个音。没有关系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好谢谢谢谢。谢。 89，好，欢迎89号郑一琪。 Hello，你好。对了吗？现在一起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啊，我要唱修好。好，请开始。 OK。阴夜风飘飘落袂离，阵阵雨声滴滴带情意。哎呀，我可以重来吗？不好意思，太紧张了。你重复歌唱就可以了。敢讲思念的语 OK， 好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太紧张了。没事。敢讲思念的意义。 不是为寒地开始，害我对你放袂离。但愿离别是暂时，不是为寒地开始。小雨，请你转达伊。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有一点乱的，太紧张了。没事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 88许美传。要这样，对不对？美传你好。好，来。 Hello。美传。 Hello。 美传。嗨。好，有声音吗？听到？有了。他的那边有点累，有点累个。来。 你要唱什么歌？他会定格嘞。可以开始了吗？什么歌？到一间厝。好，请开始。OK。山依然会春会当飘千里。 伊是自阮人人情可畏，啊分离阮，可是找到一处有通好比。 谢谢，唱完了。再唱一次好吗？刚才那个声音呢不行啊。你那边的网线好像比较弱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这边会断断续续的。好的。再唱一次好吗？你要不要到你的哪一个地方的可能网线会比较满格？我这边你的 WiFi。对，对，因为我们的是用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一次，好吗？好，因为好的，谢谢。OK， 我们欢迎下一位95号。75。张清泉。心爱麦考。张清泉在吗？清泉。好。 那我们换下一位，95号林爱琪。你好 ，Hello， 老师好。唱什么歌？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《听我唱歌》，请开始。来听我唱歌，唱咱的心声，痛苦做回答。来听我唱歌，这条情歌，酸甘蜜甜拢是你的心声。 你爱唱的歌是我的青春，美丽的孤单，悲欢离合唱袂煞，只要有你，我的歌声来作伴，就袂孤单。谢谢，可以，谢谢。
欢迎编号96号黄诗顺。黄诗顺，你好。嗨，老师们好，我带来的歌曲是《港都夜雨》，请开始。好。今夜又是风雨微微，异乡的都市，路顶青青照着水滴，引阮身边。青春男女，不知自己要行倒。漂流万里，港都遥想无眠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欢迎下一位编号97号黄凯琳。Hello， 老师好。你好。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《爱到正在听》。好，请开始。好。为着你今仔日要来找我，对早起等到深夜。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，犹原无夜无食。我不敢想，若无你敢会想我，安怎度我的生命？寒风也冷袂过你对我的心肝，哪堪糟蹋着我？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散。看着你爱别人，就亲像你爱我，安怎拢袂心痛？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痛痛，但是我无资格对你讲条件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，爱到这才听。好，谢谢凯琳，谢谢。大哥，你刚刚又做出了一个声音耶。对。你刚刚突然间听到一半，你怎么了？赞啊，赞了。好，赞就是等候通知哈。好，欢迎编号98号李廷卫。你好 ，Hello， 下午好。我要带来的歌曲是《为何你爱着别人》。好，谢谢，请开始。昨暝的一阵大风，拍醒我的梦，拍醒我一场好梦。雨啊，叫你唔通，你偏偏拍醒我的梦。因为迄个人遮久无来予我梦，思念念，思念念，心爱迄个人，心爱迄个人。已经爱着别人，只有点知，只有点知，梦中才是我的人。为何你爱着别人？好的，谢谢廷卫，谢谢，欢迎编号99号王庆华。你好。老师你们好。我要唱的歌曲是蔡小虎的《春夏秋冬》。请开始。了的春风，看阮流浪，个段段相别了。我在他乡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保护着。中秋月暝，
落水重。山顶的波网也已经红，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梦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欢迎编号100号罗兆荣。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两位老师好。唱什么歌？我选择的歌曲是蔡蔡玲。好，请开始。讲到真伤世，分手就被相吹。当作人无爱过，叫我去找别个。伤心的话，伤我才体底，将人的心拆做两轨。一边你收回，一边我无人会。切切咧，切切咧，一个人过，较好嘛，烦死烦死。飞飞飞飞，目屎对心肝通过。水水的缘分无通买，疗伤我家己的。山明海誓，变伤心17回。奇情百回，失恋地孤一个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了。欢迎编号101号林宇。你好。两位老师好，好久不见。你好。是不是上一届有来过的？对。对啊，回锅肉。好好表现哈。好，谢谢您啊！今天带来讲阿嬷。好，请开始。谢谢。无你泡的茶，无你唱的杯，无你滚半工的麦，才知有阿嬷你一只遐好过。讲阿嬷，你敢有受阮一粒金甘糖？莫惊受伤。你若脚酸着休困唔通论，讲阿嬷，若去了含笑花泪的香味，唔通袂记，伫天边迄边有我在想你。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欢迎编号102号陈绵团。你好。你好，两位老师好。我参赛的试音的歌曲是春夏秋冬，蔡小虎的。请开始。无聊的春风伴阮流浪。孤孤单单，啥人体谅？阮在他乡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保重。中秋月暝露水重。山顶的歌芒也已经红，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，对你的思念，为何你袂开阮的梦？谢谢。好 ，OK。欢迎编号103号刘传明。你好，两位老师好，我是刘传明，来自马来西亚的。今天想献上茄子蛋的一首《浪子回头》。
请开始。好。烟一支一支一支咧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咧干，请你爱体谅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咧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咧流，有一天咱拢老。带某行斗阵，浪子回头。亲爱的、可爱的、缘投的朋友，阮所的无病的、无路用的朋友。恁坎坷的路脚，我拢讲学落歹，怀疑我的人生敢若狗屎。我无钱无惊，敢若一条命。朋友啊，斗阵来搏，阮一支一支咧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咧干，请你爱体谅我。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咧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咧流。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某行斗阵，浪子回头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他后面绑了一只，我还以为他是那个动力火车那个游秋星，有没有？啊，18号，58号，欢迎子轩。你好。你好。为什么啊？两位老师好，因为我不会进来。没有关系。不要紧，现在你终于进来了。你的声音好甜哦。来，谢谢。唱什么歌？如林的一生。请开始。雨声绵绵，梦中有惊醒，两撮泪写出我爱你。如林的一生，总是放也放袂开。爱阮的心夜夜滴，我的人，我的心全拢交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想你最爱的迄个你。梦里等来，阮心底。OK， 唱这样高做梦。谢谢。紧张呀！问说你唱这样高做什么？高做什么？不是很赶，你很赶快赶回来，很紧张。尽量在建斌大哥面前不要有“高”这个字，这样唱那么高。谢谢谢谢谢谢你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88，许美钻，美钻你好。刚才那个音响不好。Hello， 你好。好，请你好。好 OK， 好的，马里，好，谢谢。山有水，伊流过阮身边；云有天，会当飘游千万里。风啊风，伊是自由自在去。阮啊阮，有情人情归倒位？水在梦中总是甜，醒来怎样来相思？一段情
该放也受伊，分几分，天几天，何时找到一间厝，有通好眠？谢谢，我是88号的徐美钻，带来这首《一间厝》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专业哦，还会先自己打一下广告，然后唱完还会自己提醒大家。收尾。75号张清泉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。可以。现在用了一台电脑，第3部，非常抱歉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是麦考。好，请开始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唱歌伤心的乡里，今夜我心来离开，看到你满面的珠泪，我的心肝强要醉。虽然真心听筒你，互相勉强也无意义。送你一脚无缘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心爱的麦哭。请你将我放袂记，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刚刚那两个沈氏兄妹还是没有来哈，姓沈，沈阳、沈三林。欢迎编号89号郑一奇，因为刚才有点小小的技术上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请他重唱，好不好？来，郑一奇，我可不可以换歌？可以啊。OK， 我现在唱《掐掌》。好，你不要紧张哈，不要紧张。OK， 好的。吐气 ，OK。OK， 好。我现在开始啊。请开始。火车已经到车站，阮的心头渐渐重。看人欢喜来接亲人，阮是伤心来相送。无情的喇叭声音声淡，我台边依然写心所爱的人。火车已经过车站，阮的目眶已经红，车窗来心爱的人，只有期待夜夜梦。好了，你会使落车了。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好的，欢迎我们下一位104。许顺平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许顺平，编号104。我要唱的歌曲是《流浪的歌声》。请开始。有啥人有爱故乡？有啥人愿意来流浪？他乡。我为前途打拼，心爱的，请你等待我，徛踮楼头看月影，天星明了阮心声，一声一声。叫你的名，唱出着流浪的歌声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欢迎下一位编号105号芳芳。你好。
两位老师好，我是芳芳。今天是英带来这首谢金燕的歌曲含泪跳恰恰。好的，请开始。就要抱你抱甲红干干，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。莫问敢是有人，有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恨无怨叹。虽然今仔吐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步踏甲这呢乱，我嘛犹原毋惊人真冷暖。阮的双手有你口，踮在你的身边，惊予人知影，一条条水里头扎扎。偏偏我是一个袂水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梦梦梦起起散散，我甲我孤单一个人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了。那我们欢迎下一位，编号106号郭正中，没有来哈。107林红玲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林老板、建斌大哥、好好帅哥、3位帅哥，大家好，线上的观你众们好，大家好。 3位帅哥，他看到哪？还有一位谁？林老板呢？有啊，一个林啊，吓死我！哦，好，唱什么歌？酒棒。酒棒，请开始。若是啉来啉着喝酒的梦，规暝着困真香，使人头袂动，心袂烦，迄种感觉有够赞。若是啉来啉着歹酒的梦，规暝着困袂散，使人头会晕，心会乱。 迄种感觉有够惨，拢是啉酒在醉茫茫，感觉插得甲这大针，感情路上哪会冷暖，有时使人会tâm寒。一个希望，一个希望，阮的爱人，伊的心内只有阮一人。谢谢。 谢谢你，谢谢，欢迎下一位，编号108号陈水清，你好 ，Hello， 老师好，我今天要带来的是，sorry， 你叫陈水清啊？对。啊？对。我以为是男的，水清。OK， 没关系，好。 今天我要带来江蕙的《落雨声》，请开始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心肝着疼。 你若要有好时段，毋免等雨夜。世间有爱无惜的人行上好命，毋通等成功要来接不大，母啊已经无伫遐。谢谢。 谢谢水清，水清 ，Hello， 水清，你有没有别首歌？我想一下，有没有别首歌？也是江蕙的吧？好，可以，你直觉唱什么歌？从副歌开始唱就可以。从副歌啊？对。我想一下，给熬可以吗？可以。还是给熬可以？ 可以，你从那个“阮将青春给你领导”那边开始唱。可以，请开始。阮将青春给你领导，
阮对少年着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乎恁兜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，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我着留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欢迎下一位编号109号王月娣。你好，嗨，两位评审好，线上的朋友们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的歌曲是《温情无人可比》。你的头发好长哦。那个是真发还是假发？真的。真的哦。哇，这2条辫子要花多少时间来绑啊？还好啦，习惯了。哦，是哦，因为我们看得出你很紧张，所以我们先帮你轻松一下，先跟你聊聊好，天。谢谢。呀，是的，很紧张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请开始。阮身边时常有人问起，一生中上解思念是倒一位？我无阿母踮在阮身边，只有爸爸照顾阮过日子。这人生茫茫亲像海水，有时像台顶飞出去，看着爸爸为阮打拼赚钱，不捌将辛苦挂踮嘴边。爸爸哟，一句我爱你，藏在阮心内，不敢来讲出嘴。爸爸哟，阮会友好你，深深温情无人可比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让我们欢迎下一位110号胡文祥。Hello， 两位老师好，我是吴文祥，今天要唱的歌曲《怀念你妈妈》，请开始。可以唱吗？可以，请开始。若失去妈妈的疼爱，是人生足大的悲哀。可比漂流的船只，要是大海。茫茫了了，那可爱呀，真正你就无奈。大声叫妈妈，你敢袂知？怀念你，怎样会阮无你？情丝的目爱，一滴感慨，无通代替你的爱。好，谢谢。谢，谢谢你。欢迎下一位111号洪建南。你好，你好，陈建斌啊，哎，浩浩，两位好，你好，好，唱什么歌啊？马头酒啊，好，马头酒啊，好，请开始。
请开始。踮在码头的酒场内，孤单饮酒坐吧台，茫茫个梦已经醉3摆，等啊等，怎样你无来？出航是为着咱将来，你无来相送。打着海，若要变心，你着通知予我知。感情若是袂当凊彩，码头酒愈啉愈悲哀，不愿看破，搁醉一摆，之前搁再等看卖。哇，我们有看到你旁边左边跟右边都有啦啦队哦。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有喝过码头酒吗？有，为什么有？有，我们的那个名单上面哦，上面写的岁数，你是上面写70岁啊？不像。啊，对呀。啊，不像啊。很会保养哎。我没有啦，没有保养。必然没有保养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欢迎我们下一位编号112号许丽莎。Hello， 两位主唱好。来唱。我是许丽莎112。我今天要唱的歌是《无你较对我》。哇，好，请开始。想一个真结束的社好人，啊呀，看你一日看，爱一个人，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知影，就会暖海街上。唱大的话为较大声，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等我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为我甘袂想出来，是心我最后的办法。莫听莫看，无你较开我。好，谢谢你，许丽莎。谢谢，欢迎编号113号齐轩。你好，老师好，我是编号13齐轩，今天要唱的是《9月玫瑰》，请开始。树中白玫瑰，静静冷冷的夜里，你为爱守候，苦苦等千年。梦话我心内，孤情愿是家己，明明相爱，变成我离别。无声无语在走去，生命犹原归去，你的水，是如你的情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114，王世荣。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下午好。我是编号114的黄世荣。今天我要唱的这首歌是《金包云》，请开始。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，阮的生命值钱。别人啊若开嘴，是金言玉语，阮若是假讲话，念你就出代志。放阮要落土时，拄着歹陪你。人是好命囝，阮伫咧做兄弟。
红我的野鸟替阮治，人在江路心不由己。虽然是做兄弟，阮心也真稀微。烧酒伴阮度日子，过去啊的往事，毋过提起。想要越头行，怎又会无勇气？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 106号是郭正中，您好，来唱什么歌？听不到你的声音，开声音，开声音。Hello， 我可以直接唱吗？我叫郭正中。可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《艾丽拿西米亚》。请开始。如果我可以唱的话，你听到我的声音，你的手举起来，因为我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好。OK， 我唱，谢谢。回想往事，当一段，那了唱着伤情的歌。今年的秋雨滴滴答答，无你的日子咸酸好食。白丝的船只，情爱怎可换？爱过才知定，醉过才知定。心事只有海洋在听，海水天大，三面变雨伞。我爱你那是命。谢谢正中，谢谢。还有吗？啊？几号？80号。沈阳。欢迎，你好。两位评审好，我是编号80的沈阳，演唱歌曲是《用性命所爱》。请开始。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，如今叫我空虚，绝对不甘。过去甲我感情我也重，你不随时愿意将我来放，对你心爱也是可希望，无论是啥年也孤单。但愿你有回心转意之心，因为你是我一世人唯一所爱的人。好，谢谢你，沈阳。66号沈明权，还没有唱。Hello。好，来，你好。沈明权两位老师下午好。你好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是编号66的沈明权，要献唱一首朱兆邦的《出头天》。请开始。我多已经是我的情，为理想无认输。奋斗几多年，心爱的你，我已经出头天。感谢你无弃念我心，人生路中心甘苦味，那像雨水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成功的叫我坚持出头天的日子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
好，那我们第2场的这个试音呢，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哈。那总共有110多位选手，就第1场跟第2场加起来，我们也选出60位进入4场的初赛，每一场有15位去这个比赛。那么4场初赛完了，总结成绩选出30位进入2场的复赛。那2场复赛完了之后，选出15位进入半决赛。那半决赛呢，就选出10位10强进入大决赛。所以这个画面我这么讲，大家清楚吧？所以也希望呢，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粉丝专页。到时候我们在初赛呢，会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是，那我们这个初赛什么时候呢？肯定的，下个礼拜是没有啊，我们会停1个礼拜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个进入初赛的60位的名单会在脸书上公布啊，所以呢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也会再通过我们的珊珊通知所有进入初赛的60位朋友，是会通知你，放心。那也希望呢，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第2届林阿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拜拜。